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徛空，台语安尼写，徛空。挑剔、找茬、嫌东嫌西、刻意为难，台语讲徛空。伊迄个人真古摸，真歹对付，阁真够讲徛空，所得真顾人怨。这个大家真嫌伊的新妇，定定都咧甲徛空，无怪大家新妇不是咧口角。伊的长官真爱讲徛空，无论人安怎准备、安怎做，伊总是有意见，总是有无满意的所在。徛空嘛会使讲单一字徛，伊就是对我真袂爽，才会直直甲我徛。我伫铁工厂学师的时阵，头家娘定定找空找芳甲我徛，实在真酷刑。继续来讲徛空，也就是起无空，也就是调古董，都是鸡蛋里挑骨头。一个小小的信号，互你碰到水牛大，你根本就是咧起无空。伊就是咧调古董起无空，调古伊找麻烦。徛工的徛，犯人徛，都是落人的喙，引人非议。咱有一集专门讲犯人徛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徛空，实在真趣味。